日咧帶你哋嚟到呢個位於沙田九肚山嘅一個屋苑，可以講得上係低調奢華嘅一個屋苑。望下個景觀先。如果你喺呢個沙田九肚山嘅位置，想揾到一個向東南望到海景、望到沙田馬場、望到九肚山山景嘅，咁我諗呢度嘅景觀應該係冇得比㗎啦。呢度最出名嘅係咩啊？景觀。入到嚟咧，客廳嘅位置，咁你可以望到啦，客飯廳分離。咁啊，客廳足夠俾你放到一張大梳化，仲有一個小小嘅茶幾添。而家呢度為你介紹緊嘅咧係一座8樓嘅 A 室。咁呢個實用面積1213尺，屬於4房雙套嘅戶型喎。而家呢一間咧係送埋家私俾你嘅，所以認真望下啦。旁邊有一間套房，咁望翻住嘅都係前面呢個壯觀嘅沙田市景同埋海景。門後邊咧預留咗一個空間俾你放衣櫃之餘咧，連接埋自己嘅洗手間。嚟到客廳嘅另一邊咯喎，呢個小小嘅走廊裏邊包住咗有3間睡房。第一間房間，咁呢一邊嘅景觀咧係望翻住呢個山景。嚟到主人房嘅位置啦，入嚟望下先。首先，右邊嘅位置咧就係你嘅主人套廁，左手邊咧一排落地嘅大衣櫃，女士們最需要嘅。呢度仲有一個小小嘅空間預留咗俾你做一個化妝台、梳妝台嘅位置，咁啊做到3邊內床。咁嚟到主人房咧，景觀當然一定係最出色啦！望下，點解咧咁多人中意住喺九肚山咧？向來九肚山呢個地段咧，都可以話係聚居咗大量嘅名人啦、影視藝人喺度。咁最主要係因為九肚山嘅位置同埋地段，其實距離呢個車站嘅路程咧，大約都係5分鐘嘅車程。你除咗可以享有呢個咁壯麗嘅山景景觀之外，你仲可以話係呢度係一個城市嘅綠洲、城市嘅桃源。